这个语感来，咱个感受着一撮头毛乌信信，看亲像伊头毛吼，只有那一撮哦，看起来特别乌黑有弹性，有这个感觉无？嘿，所以咱是要讲吼，整个头发吼，咱别讲一撮的，是一泡啦。来，麻烦将这个一泡吼，咱个拍伫咱的裙组顶悬，迄一泡头足重要，就是安怎写呢？请你写部首的部，一部电影的部，这读做一泡吼，一泡啊，咱爱学音标，可是会当吼，泡泡一泡啦吼。啊，咱当时用一泡吼，来我甲你讲一泡甲一撮的差别吼。一泡就是吼，范围较大的吼，像我安尼有无规个头毛有无吼？安尼叫做一泡头毛吼，一泡头毛。啊是咱讲一泡碟啊，一泡碟啊是啥？一泡碟啊，就是迄个碟啊吼。我简单来讲哦，足侪碟啊吼，竹虫聚在一起啦。我先安尼就用安尼来解说一下，可能较清楚。有迄碟啊发作会有竹虫哦，丛生在一起。迄个吼，迄个一泡，伊迄泡头脏乌信信吼，过来一泡碟啊吼，一泡碟啊，这个一泡吼。所以一泡是较大，啊一撮吼，一撮是里面的一撮而已吼。所以咱今仔是当分得清一泡一撮。后来介绍吼，来这人体单位数吼，过来那头毛过来，来目白免讲来一声，一抓啊对啦，一抓目白，一抓目白，嘿啊。你讲老师用一片会使无？嘛是会使啦，吼，嘛是会使。一般是安尼哦，但是我讲感受无小可无啥讲。你若一片哦，是看有无安尼直直的吼，讲哦，伊迄两片目白哦，发甲足水的，嘿，哦较直的哦，安尼迄款哦，迄个咱你讲迄什么叫做柳叶弯眉吼，迄款个无适合用一片。正经的哦，柳叶弯眉台语面来讲，叫做柳叶眉，有无你会记得无？柳叶眉吼，啊，讲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圆头壳刺，坐点门前绣尖子，生做偌水偌标致，大喜喙，长光片，柳叶眉射柳起，喙唇红红点胭脂，喙龟边一粒麻布记，啊，头毛亲像讲官司，阮厝大某毋值伊较水阮细姨，互我看着去骹手焦麻鼻，喙换戳滴，哎哟，魂魄险险对伊去，哦。这不是我念的，是我念的，不是我写。这是哦，咱的老先觉吼做啥呢？伫青吉时啊，基案内底就拄念着吼，去拍啦，迄是迄个哦，较早念歌仙李柳仙啦，吼，李柳仙念的吼。后来耳朵一片耳朵，我知影这可能较歹讲。咱一般咱听来讲一对鱼啊，吼，一对鱼啊是讲出吼一对吼。啊，但是我若单独安尼一片耳朵咧，咱会安怎讲？感谢。来一面鱼啊会使，吼。啊，若是迄鱼啊吼，较大诶吼，较大，买当讲一批鱼啊吼，这两个单位数拢会使一批啦。我顶摆讲过有无？一批就是迄个纸片状啊，啊个长长诶啦吼，亲像咱讲做吼一批金纸有无？我顶摆讲过啊，一批金纸吼，啊一批鱼啊。啊是拄则讲一面鱼啊，吼，这拢是足水的意思吼。